呢幾條細圈口嘅翡翠手鐲，我相信冇任何一位姊妹去拒絕52到58圈口，尤其係最尾一條啊，你哋千祈唔好錯過。咁第一條咧就係呢一條冰蘭水，呢一條冰蘭水手鐲，種老玉細，滿圈海水般嘅藍色，非常嘅夢幻。咁第二條咧就係個個姊妹都中意嘅冰飄花。再睇我呢一條圓條飄綠花嘅手鐲，種水同飄花融合得好自然，泛起咗熒光。第三條就係紫羅蘭，滿圈都係濃郁嘅紫色，仲有底色嘅底妝咧都係比較粗嘅。但係呢一條唔單止細膩，顏色都好濃郁。第四條咧就係我哋所講嘅飄蘭花，仲有我呢一條飄蘭花嘅手鐲，水頭非常嘅好，而且蘭花好優雅嘅飄喺手鐲上面。第五條正圈冰飄花，再睇我呢一條正圈嘅冰飄花手鐲，正圈貼合肌膚，俾人一種高貴嘅氣質。好，最後一條冰情水，仲有呢一條冰情水嘅手鐲，底妝乾淨細膩，就好似清泉嘅感覺。呢6條翡翠手鐲有冇啱你嘅呢？如果啱你嘅話呢，報圈口俾高原啦，工廠源頭價安排俾你。